所以吼，你甲阿龙讲吼，做妈妈吼，阿婆改片，其实有学习到当到甲真传。做咧香讲，因为其实对妈妈来讲，记得我们嚟讲，哇，你系蛮爱嘛个技术，记得偏松其实爱用高身法。不过你哋下非常起来哦，其实都记得个信号，就咧学到动到，你讲你客家菜界做法啊，独门秘诀哦。真正用尤其阿龙哥嘅感触更深。永英讲，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大厨师，好，你讲你本性是黑，所以你在这条路上，你一定更能够喊他走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讲你都俩按用改领域地图，说实在的，莫讲客家菜啦，各种不同的这个菜肴的做法、菜系，你都有学习到，你也做在看到。可是呢，你会发现以前婆婆妈妈留下来的。未必是我们在课堂上面我们在学做菜可以大概会教因为那个真的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师兄你讲妈妈煮出来时间有冇该煮皮呐，后来磨卤啊，那就是油了，对不对？哈，所以其实两本书地图哇，很多除了很多客家菜之外，其实。这个阿龙哥也收集了很多这个经典妈妈味，地不读很多，从更丰富。古说我俩本书是到大家讲，唔係講我做料理甜甜啦，我了解講一出菜從大板嚟講，兩班又是夜班奶絲又是夜班，兩班又是叫做孔肉，又係時溫時炒嘅故事，搭出菜春天有嘅故事，你下講嘅係媽媽的。不傳人料理啊，其實媽媽根本貼俾人講，你下出菜你一定要不要嘛改，叫人講，我是按做啊，有嘛個訣竅，冇啊，所以炒甜甜啊。你用很正式的奉獻問佢講，媽媽阿婆，你這道菜係用英做誒，佢會講，我不知道，俺弟反正俺是安永走，俺是表容易，俺是起到安永音，好像蛮好吃的，以后是，这就是妈妈的味道，不传人的四风料理哈。像咱第不读看到，刚刚兄弟们可能有看到相片哈，伊可能咱妈妈去做的是冻体片哦，按怎么改？对，这个荆棘叶，对，这个阿龙哥改妈妈哈，荆棘叶蒸，给粉葱。你讲脆粉葱，这个哇，唔是看到的啦，可能相片是黑阿龙哥咯，阿龙哥老妈妈都，你讲都出风地不读嘛？你看看，你看，这是多棒的经验嘅传承。我问佢用乜做啊？叫我是點做啊？像主持講，我冇買個特別啦，我是跟用粉葱來脆哦，煮熟了結入用底下，然後那個。熏最美的功法是那个熏烟熏可是要冻好熏。可是我觉得冻体馆为什么妈妈会知道要用荆棘叶进去个入去脆粉葱？为什么？因为对啊，所以说好奇怪哈，很奇怪。所以讲，古说俩学唔到，没有那书籍那个收集啊，那个传承下去，因为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的，对，真的很好的，俺是狗，可是我觉得好特别，很特别。那粉葱本来是好选客家台葱粉葱是非常的普及啊，韩国跟鹅肠啊来炒昆菜咪都好选，cái粉葱啊粉，韩国吃起来不会像台葱那么的呛，它比较温顺，再把它熏那个棘叶结入啊，哈那香，这个种用班想唔到该国外料理用熏鲑鱼啊，用那种可能用糖啊，用汤啊，韩国用那个茶叶啊来熏，客家用结入。这才厉害呀！所以你大白讲系讲迄种外脚是像阿龙哥讲哎呀，你都要熏鲑鱼拍摄你有熏粉肠，系咩啊？可是真的冻体片的，没有想到这个是妈妈不传人之私房料理。可是他不会乱用记得熏粉肠甜的，其实叫做熏鱼啊，熏鲑鱼没做对啦，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不过到了还有一路菜冻贴片老大家讲这两路菜俺没有到天时，但个跳看到你个阿龙哥烧改本当到改偏舆论饮食，可是两路菜我真的讲实在话，我很难想，都难想改路菜的好吃。
春卷，春卷台卡其实都没什么了不起，里面包姜丝台葱，干嘛是炒台葱？这会好吃吗？不会好吃咩？哦，了解知道，我用班为做了出来啊，是讲满足从什么呀？倒好是该用炸春卷啊，脆脆的哈，但是呢，他又想要吃一点点啊的姜丝大肠，俺是来想，该干嘛是炒台葱啊？炒下用班讲米是下冲掉，韩国要勾芡啊，芡粉係芡下冲掉，冇應該因為春卷皮冇辦法來去包起來、煎起來，來煎起來啊，冷凍，來爆冷凍哦，不用冷凍，寫起來來鋪，唔是隨便哦，直接鋪咗的咧。師傅，我真的很難想象，你台家熊哈，你大白是春卷哦，凍好是台龜又台龜改春卷，越南嘛，越南佢都改春卷，都是很普遍的料理。咁講你講你客家吼，個春卷咬下裡面是大腸 ，QQ。當好食，我咱講，我芡粉芡下沖吼，是叫為黏黏，你是想啦，那個鋪的時間啦，叫為受熱，個芡粉叫做變水啊，你寫好鮮哦，你咬落去啊，它又燙，會淥到哦，他們寫到個酸酸的蒜絲，然後個因為台蔥，哇！馬上開胃啊！好，我吃到了路出來吼，說服台家講凍好食吼，沒有那麼簡單。有機會吼，將阿龍哥帶到節目地度，本台家來試吃看。有機會，太特別了哈！希望有機會。因為講到了安樣個料理台家是啲哦，其實你個阿龍哥不得了嘞。真的結合很多，你講改良的客家菜，你前面講到吼，非常多你傳統嘅客家菜，雲排骨、菜頭雲排骨、豬肚、香菜、泡菜，馬大又講到，家下講到嘅，姜媽炒。姜媽係炒台蔥改春卷是一種新改料理，新的料理哦，所以師傅在這本書裡面也有新料理的結合，沒愛啦，要橫向來發展。你怎麼講啊？那客家菜啊，客家菜當好學是講要把它擺盤啊，要把它呈現滿醬。好，你講做生意，有的人咪學該用嚟春卷啊，來買錢啊，當好買，沒當好食啦，好那。你用班做春節都寫到東西。全是咁帶起來安樣嘢吼，基本你雜個老鄉親朋友咧紹介一路，你用最講嘅菜吼，所以講因為會結合嘛。其實我第一邱師傅阿龍哥吼，佢結合成為廣東菜。比如講你比如一路出來，非常愛特別咯，客家富貴盆菜，有冇？你當小款多啦。它好特別，我第一擺看到，我就你客家台富，它又用做了就出來啊！又千陰陽盤盤做了就出來。你看，你看你相片時有看到哈，其實佢從因這就是結合，這就像是一個擺盤。鵝肉啦，做媽啦。可是鵝肉做媽又是我們客家菜哦。韓國嘅用嘅，該順帶係白切肉啦。韓國還有呢蘿蔔，韓國蔥煙菜啦。中間又高級嘅高級嘅烏魚子啊，該底下其實還有嘅咩白菜啊，燜白菜啊，墊底。韓國喺過年過節咪蝦公，用乜咪做了出菜。其實我們熟食當多嘅客家朋友啊，有廣東嘅，也有全世界啊，來自各地啊。佢講佢過年哦，佢冇按凍肉啊，春節係乜嘅？春節海產啊，海產就是來拼一拼，把它當作是拼盤，像喜宴的拼盤啊，拼起來。喺過年時間啊。醬啦，比較繽紛，而且呢比較氣派。係啊，所以吼，就得讓你當到嘅客家媽媽講哦，你特別過年過節嘅時間，客家菜非常介多哦，有蔥煙菜啊，菜頭湯，蔥煙菜是蔥煙哦，菜頭湯是好菜頭。好菜頭。唔過了下吼，邱師傅讀速讀吼，也教大家一路按到富貴。盆菜吼，是都會當富貴哦，做得一種新改結合。所以你個客家鄉親除了做傳統嘅客家菜之外，其實也做得好新改結合。做得啦，做得。哦，唔過唔單止係咁樣，第一度我老鄉親朋友來講一件事情，鄉親朋友大家都是個喜心痛，係嘛？你阿不下是個喜心痛係甜嘅，又係香嘅。可能你下你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是咪講？哎呀！該要買好講，我不卡是香味啊！一定香味啊，還有講嘛？唔過有當當鄉親朋友講，我不卡是甜味哦，你阿冇買個了不起，其實我不卡全部是甜嘅。唔過你當到嘅朋友講，記得唔是個甜嘅喜心痛，有冇？客家四神湯，客家喜心痛是甜嘅。
其实哦，我认识一只阿婆啊，他们研究哦，他们有几岁人说，佢讲，该你阿弟该洗心痛系甜的哦，他说话很慢，讲哦，该客家人哦，真紧，该冻住的时间是洗心痛是煮甜的，该煮姜没啪啪，该洗心哦，然后该喉咙音强阳，吼，强阳该因为有该洗心的料春前有。不过是差别在于，一只系甜的，一只系咸的，哦，这两种，其实你会感觉讲甜的，主角甜的有没事？对，师傅还拢讲，冻豆你是不让人讲，他说，哎呀，猪脚的病毒该甜痛地毒，好奇怪哦，很奇怪哦，很恶心哎嘛。我讲其实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仅是冻好些。我们家冲水豆台，俺妈妈煮的是心痛是甜的，地不毒诶，唔系用猪脚，唔是用排骨。哎，没错没错。哦，所以真的好吃好些，好，所以两本书啊，做得要教大家都用心做。那个吼节目时间搞得动家，最尾让大家都分享一件事情哦。哎，地不读很多这个不传人的妈妈私房料理哈，相信没有兴趣做在一块。那个吼大白要大家是讲，哎，你来客家料理啊，油、香、配。台家使用，这是我们的特色。哎，其实那是因为台湾白干农业撒肥留下来的，因为那时候需要嘛，需要热量哦，油为下多。哎，该种是总东西啊，就冇记得想讲，哎，该种是老实讲，世界东西没有像厉害很丰富，所以冻人冻难得做得尤其好，冇按又切冇好苦诶，哎，你讲冇哈，几可能咪想讲，哇，难得做得湿度、油啊、香啊、配，那个吼。底下吼是1分钟，在大陆你也乡亲朋友来讲，其实我们可以保持原味，可是加了一个健康性口粮的地度。其实哦，客家出身，要把传承哦，因为想讲客家出身，时温时炒啊，前菜只有客家炒肉啦、炒板条、炒米粉甜甜啦。因为想讲有特别的东西，像两本书啊，第一是有嘛腐乳肉啦、牛文水啦、也烤肉啦、猪脚啦、也大板啦、春节。你也要继续把它传承啊，希望说啊，透过书籍、透过电视啊，能够把它收录啊。我希望是讲，做得你客家菜，透过阿龙哥啊来做，少油少盐多健康，康健是最重要啊。每而是除了客家的字面，还有样板较早啊较早吼，呢客家菜啊，梗系卤的也好，也系做马嗰啲东西啊。样板脑机都变化，冇错，都变化，样为好吃啦。冇错哈，所以基本节目非常是阿龙哥，什么大家什么？好，乡亲朋友，希望大家都会做得好食嘅客家料理哟。